后来，来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伫个桃园机场番雅贵宾室咧工作的部分的员工，嘛来迄无成假。也毋过，其中有8个员工来指控公司企图要甲员工逼离职，而且因明明是迄无成假，但是公司搁去甲交通部提这个纾困的补助，真不良。来甲看，这是桃园机场的贵宾室，听起甲遮舒适服务又搁好。不过，伫疫情爆发了后，人拢无要来。即马伫贵宾室工作的部分员工，用要无头路。我们有实施减班休息，7月的时候就开始有评分评比，然后就开始有记过。不要让那些在职的人再加害。有8名劳工在投公司讲，按4月开始就减班休困，搁放无薪假。但是交通部的纾困补助，公司嘛照得申请，甚至还有人互记过调职。即马看来，资遣费嘛可能无通好提。这个公司这样的状况的时候，你要不要继续去补助他？他有减班休息的状况，所以目前我们这边正在审查当中。我们会根据我们纾困振兴办法的规定，如果不符合我们这个规定的话，我们会不给予补贴。名单的公布那个部分确实是不必要到公布的。这不是个案，这不是个案。我们其实跟部会之间都已经有在互相配合。劳动部表示，无都提供予国会公司内部的减班休困名单。不过，需要单位若是强迫劳工提前放弃缺役，或者是调动职务，就会介入处理。